呢排有個恐怖詐騙集團嘅頭目叫陳志，臭名遠揚，就算媒體唔講，我都估到十有八九係福建人。唔係我有偏見，而係呢幾年見得太多福建人嘅明星喺中國已經臭到出汁，出到國都冇見好到邊。我最早接觸福建人係後生嗰陣喺廣州嘅溫州城，嗰啲色情店清一色都係福建女仔做。我記得有個女技師同我講，佢啱啱入行嗰陣，俾陌生男人摸一摸都會嚇到彈起，夜晚仲偷偷喊，嗰種反應係人性內心點樣嘅掙扎。仲有一個女仔，佢未婚夫個老豆死咗之後，佢被逼守孝3年唔俾出嫁。福建男人逼女人去買身，仲要求人哋三從四德。我做嘢接觸過唔少福建客，廣東人對佢哋嘅普遍評價係做生意不擇手段。不擇手段喺佢哋嗰度唔係貶義詞，反而係有能力。隨便睇睇福建啲地方，乜閩東、閩南，乜好女唔嫁莆田郎，好男唔娶福州女，佢哋自己都互相睇唔起。乜詐騙之鄉、造假之鄉，全國都知。有次我帶日本客去桑拿，陪同嘅翻譯係福建人，日本客仲帶埋自己20出頭嘅日本仔去。女技師同我講，嗰個日本仔好單純。按摩完出嚟一齊食嘢傾偈，嗰個福建翻譯竟然教日本仔，你要用手指伸入去抄。我學過日文，聽得明。我望住佢嗰好似蔡國強咁嘅死樣，心諗要係抗日嗰陣，呢條友十足會去做漢奸。蔡國強算係福建人嘅天花板啦，留學過日本，名氣又大，但佢喺中國嘅名聲最近都臭啦。之後我做國際電商，註冊 eBay 嗰陣先知，原來 eBay 早就封晒福建人身份證同福建 IP 地址，根本註冊唔到網店。點解？因為詐騙同買假貨太多，黑名單背後係成個地方嘅信譽崩盤。之後我出咗國，先發現福建係全中國簽證被佢簽率最高嘅省份。為咗偷渡，佢哋可以喺森林幾日幾夜，寧願我死都唔俾直升機發現。我喺海外打第一份工係超市搬貨，老闆係89民運之後攞到身份嘅福建人，自吹咩誠信經營。福建員工要駕照，搵翻福建人造假去申請當地駕照，一條龍服務，全部係福建人。店門口俾人放子彈，收保護費，又係福建人黑社會搞震。最後超市執笠，欠供應商100幾萬。福建老細就人間蒸發咗。我見過好多福建人，成日搞乜同鄉會、統促會，其實就係共產黨喺海外嘅代理人。中共官員嚟訪問，佢哋仲問我哋要唔要去列隊歡迎。呢班人喺國內呃完人，出到國仲幫政權抬轎。福建男人其實唔係壞到骨子入面，但係成套只睇利益嘅文化侵蝕咗良知。喺嗰種環境大嘅人，誠實變笑話，道德變累贅。國內人人喊打，國外全球免簽，佩服佩服。